读该餐饮科哦，嘿你也走重串的，还是西串？重串的哦。哎呦，哎，我是晚餐，没有，我是早餐，哎，我宵夜，我专门做早餐。哎，我都差不多。跟楼下睡从聊哎，肾表哎呦，不是切的哦，专业的，你看他的铁砂掌。啊，我帮你，我继续压着，不让你洗。第二样会切吗？切丝吗？你总给切用的是用的啦，我讲一定系切丝啊。哦，他说你切星星的、爱心的，全准备啊。你讲，花很多时间。Hello，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韩剧首日演出嘅鄉親飛入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，我係鍾百強。今日來到苗栗嘅頭份，頭份也特別動鬧熱落雨，也特別呢有工業區，韓家入邊呢。度度好就會客家人，然後好多人都好對班，故所也特別就看得到兩張族群融合起來嘅美食文化哦。係啊，不過今日吼，分享到嘅嘛嘅廚師咧，總不是咧。哎，提前先來分享到我順好嘅兄弟啊。什麼便你介紹？其實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其實朋友好，你好。哎呦，還有吼，哎，也是蠻新的吼，我叫誒藍水嘅誒胖眼妝胖師傅。哎呀，大家好。好了，那些每下呀嘅起師傅，因為從比較怕講熱到嘅天時嘅時間，有什麼東西？功夫戲。熱到嘅時節做到你唔該椰子水。椰水。綠豆湯未做。綠豆湯嘅湯，加葱眼肉已經曬到補體嚟翻咗。曬到補體做。誒冇叫咧，要，薏仁嘅水。哦，薏米。薏仁水。加葱起湯叫水腳種起來翻咧，葱眼一下已經我種起來啦。風頭。紅豆水哦，消腫，紅豆水非常喝黑豆水，所以你看這食物其實你要滴的幾發將這色豆也給精華呢。還有啦，碰湯水哦，碰湯對啊，新嘅豆碰湯水都有，係啊，湯師傅動厲害哦，其實吼已經明年吼心累啊，所以吼讓觀眾朋友紹介一下吼，你自家吼得到吼最厲害嘅獎係乜嘅獎？乜講幾多年呢？我參加嘅校會會辦嘅韓作比賽，韓作嘅哦，係提名。因為來你節目嘅評審上全部人用得高動到獎嘅啊，哦，真勁動腔。誒，你先來可以係點嘢提出色彩嘛？該。來，等下吼強龍我會打開來本大家菜上嘅嚇吼，來看一下。哎呦！三層肉，高麗菜，用馬蒜頭辣椒，誒，你係蒜苗哦？唔係啦，葱呢個幹嘛嘅醬？誒，幹嘛嘅醬？可能是豆瓣，可能係豆瓣醬哦。豆瓣醬。好，豆瓣做乜嘅咧？蔥爆豬肉，也有可能，也可以。就可能哦。胖師傅感覺咧？呀，啱是用豆樣煮呢。好。沒有關係，答案是回鍋肉10個嘅肉，10個嘅豬肉。等一下，其實回鍋肉講真嘅呢，客家話我看唔到樣講，唔過佢豬肉唔敢講，我要選10個係嘛？選10個。哦，選10個肉，後來將落去炒啊係嘛？像以前嘅人話白白時間見出嚟肉，唔係做乜嘅蒜泥白肉，係做乜？啊，兩下原因。凍葱面做咧，讓變到回鍋肉。回鍋肉嘅重點是豆瓣醬。哦，就是豆瓣醬。豆瓣醬係，嘅重點係加。最後面放嗎？加有現炒過就會香。哎，好。秘密總唔得先講哦。我得記得觀眾朋友啱啱來啦。係啦。好，然後來分享到佢咩裏邊呢？我要祝你兩位動友緣分，唐公係我嘅粉絲哦。來分享到嘅係劉若嘉、還有珍珍。范讓，哎呦，我都沒有范讓哈，就算不是粉絲，我沒有講，一定係我嘅粉絲，鍾水玲落來小風，哎呀，係我嘅粉絲麼？係啊，加2分，加2分。好，也給若嘉老真真，佢哋同後生誒，加19歲吧？係。幾歲？你們幾歲？我19歲。19歲。洗腳水。
我19歲。 19歲19歲，那真真呢？我16歲。 16歲，哎，好年輕哦！想說今天怎麼製作單位會把年輕的女生標到牙藥片嘞？哎呀，怎麼會放我這是做的這邊？最錯的一件事。因為做對的選擇對的一件事，對因為我們沒錯要保護機制。對，那個保護機制節目的節奏要你要快理。他，對。啊，唔過你有查唐公有你還讀餐飲科誒，嘿，馬莎還本科誒。很矮。姐姐還讀本科誒，咁妹妹咧，你平常有做吹毛也不卡？我學校入面我都讀書，啊，也都讀書嘿。咁不卡有不卡係做傳堂嘅嗎？我卡係做판족嘅。潘總，潘你要不卡做飯總不是啊，潘師傅做得比較教你喎。謝謝。然後講，你看。摸小狂機哦。因為佢的從細看到太識到太天數到太，佢們一定同會做，對不對？你係講係。對啦，有信心嗎？有信心嗎？加油哦！加油！摸上。冇錯，我最有信心啊，係愛改片、愛倆片吼，咱水吼，誒，唐公呢條梁山吼，起種自業吼，係線上煮出來的線上係麼？哇！家政班的班長哦，馬上係家政班的班長，嚟得。哇！水潤姐咯，哎呦，水印姐嚇。所以誒，水潤唐公一來係水潤姐很好煮出來，很好不會煮出來係麼？嘿，還是秀鳳姐很厲害，瑞英姐比較厲害。講出一個嘴裡會合記到一下，把年輕妹妹嚇到。我頭到去有較係彈作啊，我就這樣咯。哎呦，你總得見嘛，你還閉嘴呢？好啦，媽，等下長女了，今日有信心嗎？有信心，馬上我哋健康體育館咯。木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，用嘴啲喊聽嘅時間地度做出自聽嘅菜色。本來係牙木卡嘅較上癮，也係牙木卡嘅明星好呢。比賽會由兩嘴嘅小嘴長先開始，準備拿出牙木卡嘅好本得了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哇，口本算係也算地主地有一嘅隻太美麗，就是講桃竹苗西半部地區到花東地區，全部都係我嘅地主。還有嘛個蔬菜你冇講到。太地就會幾隻台灣。對。哎呦，唔怕，今日哈，這個水潤姐準備好咧。我緊張嗎？會啊。哎，你不能慢慢地講，慢慢地你問的講。是緊張的。好來，剪刀石頭布，好，跟你先哦。一家之主愛親口，跟你先。中央有窮的時間我出氣還有。你很吵呢。長了一點不然我白。先好了，好不好？好來，一要防守家啊之主愛親口，Q 冇 Q 喲。王一，謝謝。你總得落去窮容啊！好了，兩百算你讓啦，好嗎？剛剛那牙癢啊。也算是啦，算了，因為我要跟若家來獨佔。所以我們現在我們得1分啦。嘿好，現在換你們了。冇問題哈，好搞事好咧啊！我讓來嫁住啊，總得呢個呀。不要心軟，好不好？你鐵石心腸來地。站好來。哦，夾夾來哦。來，剪刀。台上掉哦。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。你是要殺人哦？你也太兇了吧！我看他的那個眼尾，我就怕怕的。一家之主愛情強，強用冇強用？強了冇強用？強用冇強用？強了冇強用？有嚇到哈！你還沒有偏啊？你有什麼病嗎？你有什麼病嗎？勁心偏。哦，給精神偏。對，好，那現在1-1嘛，哈。哎，讓誒繞讓，哎呦，讓誒繞讓誒，我跟你哎呦，主星嘅對戰動有冇看到咧哦？你再那麼大聲你就完蛋。哦，現在是小聲版的。好，用眼神哦。剪刀石頭布，一家之主愛親口。不要亂挖事啊！好，沒關係，算挨讓啦哦。好，家己喊你煮一片羊嘛，好，對牙一片，牙一片，開始了，先來比賽咯。好，夾夾來開始。剛牙一片呢，我來先來進行哦，先問一下若家姐姐，個等下我就先聽數嘛，你姐姐哦。沒有啊，你都紅啥公公啊？尊稱。對，若家妹妹，我要先做嘛，該嘞。
要先捞條切體，酸的嗎？嘿，酸的條切體，然後前面的酸拍的部分拿了切恰到包香。好，问题嘞我们一起開始。哎，我發現洛家很厲害耶。你說笑聲的部分嗎？沒啦，你剛剛說你懂要上班啦，按樣做嘛？係啊。從太低，從太低，要給我，要給我。唔怕，他可以再切下細啲的，嘿。哇，他們兩個好厲害哦。按樣嗎？做得嗎？哎，做得。好。我問一下若家妹妹，那個你係讀嘅餐飲科哦，你係做中創的，還是西創？中創的哦。哎呦，中創你走在福建告溜一下哦，他們兩個都是中餐的專家。我是晚餐。沒有。我是早餐。我宵夜。我專門做早餐。我都差不多。差不多誒。好，今日嘅我會會嗎？兩條洋葱。洋葱的。他們很厲害，很講究呢，動講究哦。壓到真嘅係很棒動的。講究。九、八、七、 6、5、4，休息了。3、對。2、1，見到動就雅，很優雅哦。好，今日特別先休息1分鐘，冇偵查。姐姐先過去看一下那邊，好不好？你們可以納涼一下，聊聊天呐。係啊，好 OK。閒話家常。你幹嘛？你喜歡是不是？先讓我講一下，因為我提這個先要做乜嘅？先讓我切玻璃菜，切玻璃菜哦。嘿，切幾多台？切冇通色的，沒有通色。嘿，它太差不多對半1/4。怎麼可能？哦，還應該太大了。對。哦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。好，意思像開始。還有昨天哈。我先切菜新鮮先把它切。哦，他切菜很厲害哦。你動厲害，真勁呢。不一切，全部不一切。全部不一切。全部不一切，動厲害。對，真勁呢。做得。他們不要切那麼細的，不要切細。不是通色哦。不是通色。還有是昨天哈。嘿，切散。啊，太多了啦。然後我帶轉去嘅。帶轉去總係啊。切斜的，切斜的，再斜一點。粗。粗的呀。粗一點。冇通泡，不要太厚，不要太厚。對，不要太厚。還有，下。 7、好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停。哎呦，我是讓你都要講。佢當唔會切菜。我該煮好，我哋要煮好就是做效果。好，對。好的，今日特別呢，我們水壓量上就向下做。好嗎？好，計時1分鐘，請開始。許峰姐，你走得走，那沒有，他那個還沒切哈。許峰姐，你平常在做乜嘅？啊，我是學校的那個中央廚房。哇，可以當出水不是應該學的哦。我是幫忙旁邊的啦。好厲害哦！哎，做幾久啊？我做了7年哦。哇，愛心媽媽哎。對呀。你要什麼？這最大火。哦，你要最大。先加嘛嘅，要還係嘛嘅？我切你，給你一下好不好？啊，你個你菜大咗你係冇？冇大咗。咁就當你大咗你喲。那個不用太多，一點點，因為4、3、走得2、唔是關機，好，做得可以做咯。好，人家3層肉部分有通過係冇？係。看起來好 Q 彈哦。通過誒。我自家嗰下做該回鍋肉嘅時節，我媽媽讓我講，那個回鍋肉我要切得薄薄透光安喲。哦。我們自己家裡啦。是，看起來有透光哦。好，剛我離開幾片了哈。好。我關心一下妹妹們。等一下長得款樣哈。好。加油。妹妹。哇。姐姐回來了。哦，動力大喜嘅哦！哇，你看他切菜，真的切很好。大概有看到給卡刀的嗎？還有妹妹也是，妹妹都會剪給那個是朝天椒嗎？這是自己家裡種的辣椒。自己種的哦，自己種的哦。嘿，自己種的辣椒。你要先煸嘅係嗎？嘿。好，趕快，剩下2分鐘來聊。然後你熱鍋哎，你要油的話在這裡哦，我幫你開到中火了。好，加油。等一下長得款樣。哦喲，哦，肉煸到香了哦。我查查，我先切一下。哦，你就放走開嚟啦，難怪哦。係啊，因為我今天有肉餅喺頭不夠呢。很像，就整種你都常用啊。一個的客家小炒。有一個拜拜東逼啦。哎呦，拜拜沒有，沒就在。那這樣不就是客家小炒了嗎？
啊，唔过鸡油又加个豆瓣酱，加个甜面酱油米头冇香用，因为佢家炒炒猪油係超油嘅调油啦，加胡椒粉。哇，感觉好棒哦！又美又鲜呢。好，那我们先过去哦。嗯，几多岁开始天数做菜？没有啥。多些哦，贵种吧，贵重，真正种的的。啊，差不多。差不多会贵重。哇哦，不错，不卡出去攀种，做甜甜出去安呢。哦真的，迄水甜甜pan做的时节，迄过熟的时节，我一天豆菜，哦，还前一天豆菜，你看好棒哦！两下还有做攀种哦？无咧，冇嘞。因为阿婆较大细，阿婆挺辛苦的。哦，故说你就去偷牙给餐饮。其实他是在等你接手。传承呐，黑毛。妹妹，我们时间多够哈，所以你不用害怕。好，好，然后不要硬踢面发会黏黏，有来这待会把那些有焦掉的挑起来，好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加油！好，立前够你，他只有玩海带拳会。完全不用紧张，时间有拉。好，好，OK。好，慢慢走，慢慢走。真正没走得挺熟哦哈。这个是中火刚好。好，有焦掉先挑起来。哇，够你水看起来差不多了哦。有试看哈。可以当好西洋哈。你看昨天学的。嘿，但是我的标准是什么都很好吃呢。对。雞肉係水流勁嘅。哦，肉錢又冇錄到呢？太燙了吧？哦，貴地呢？真的，它的标准真的嘛，还多好吃。因為他昨天試款，我們等下就要試吃了。因為還點解冇食過啱？嘿，那樓要去你要按正表下。你是切的哦。專業的，你看他的鐵砂掌。啊，我幫你，我繼續壓着，不讓你洗。我們等下就要試吃了。因為還點解冇食過啱？哎，甜面醬的灌黑，甜面醬的灌黑，然後冇食過乾所以你要把兩片的炒飯都冇窮咯，做飯咪冇窮咯。下锅，可以盛盤了，下鍋盛盤。你下仲係下鍋攞唔差了哦。好，我們要趕快過去看一下我們那邊嘍。已經凍好熱啦。班長凍好。用鹽味嗎？要。哦，你夾個全部拿嚟啊！嘿，不要一直壓它，你一直壓它就會這樣散散的。散身沒有哦，散身沒有。冇參見 Kimby 嘅，它會散散呢。調油外邊啊！哎，哦，很厲害哎呦耶！那個姿勢，嘿是有可能說叫大家祖傳。嗯，哎，基地一切較好，不用一步咧。基地。要一聽懂叉翻。哎，好嘞，我倒數咧，倒數咧，8、 8、 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大家自己去吃吃看呐，給咪鐵管底度，那麼卡咪西卡好食咧。好，兩次呢回鍋肉哦，哎，都帶黑粒。妹妹煮的靠生，也還姐姐煮的煮的靠生。可是我覺得哈，不管那家米頭牛，我覺得兩家一定都好吃。因為剛剛頭前看到兩邊在切給3個位豬牛的時間，都是 QQ 咕溜咕溜的，真勁嘅，真的。動厲害。好了，吃這個呢？現實給掉的哈。拜託哈，這是我們妹妹煮的，不是阿姨一定要給她多多鼓勵哦。嗯，這個剛好。因為羅皮乾啊，唔係絲香呢。而且吃到一個辣，迄夾不卡起來做位給朝天椒，你係自家種吼？好好吃哎！你吃豆牛板，就好吃，好吃。我們也做了什麼？好吃，肉也有煸到，真緊凍好食。我們生兩個片，好，夾落去哦，咱水的哦。像那豆玻璃菜啊，條腐乾啊，還有俺這個醬哦，會特別挑的哦。乜嘅醬？那個有豆瓣頭盤啊，還有一點甜面醬。你吃豆牛板呢？珍珍，你覺得甜甜，有啲甜甜。甜面醬的味道？甜甜的。好吃嗎？我家呢？加。你知道要特別有乜嘅油點，唔做就好起來嘅。加酸的冬陰面，哦，酸那種黏米，他吃的很仔細。真嘅係有煮菜嘅人會講出來。講真嘅呢，哦，豆腐卡石頭也兩出料理，我最近動蠻久嘅。啊，不過今日因為迄比賽行迄個先來便宜，
师傅有嘛该较中意那一出菜啦吼。好，提前呢先抢齐师傅抢本分数。哦，有父爱啦，爸爸。谢谢爸爸。汤师傅展现姐妹情吧，抢分数。哎呦，就姐妹情，不是，这还是公正的，嘿啦，真的是公公正开礼物。公姐哈，我想把两片的回锅肉炒饭都摸强壮啊。我个人很喜欢俩合照的东西，合照，因为俩菜脯因为老俩猪肉比较搭啦，佢有泡到鹹毛甲配豬肉的感覺，對，食到解，我本來食到解豬肉冇味道，唔過佢食解菜脯落去，強下食，哦，很棒啊！菜脯進去就加分，而且佢一片色的時候，上到佢都會塞嘅方面，我真係會叫住佢用塞誒，你看。流汗啊，哎呦，你不要塞啊！啊，另一片因為我想買未當好，因為佢解五花肉。見到合拆一點的，我的感覺是好好一點的，兩片都做得好啦。對，好，謝謝。湯師傅咧，一出嚟另外筍呢又糯米，又炒到很嫩，講的一樣。嘿，湯這樣入味，就是整個菜的感覺就是很下飯，當茶飯。OK。啊，兩出嚟呢，其實沒。真的講也不錯，對，懂好色，因為佢有用到你客家話醬缸文化，有那種醬缸醬氣，對，醬缸醬氣有在裡面。其實兩隊都很好，但是我總是要給，對，有後上啦，你們真的是前途無量，加油！快趁大一啲提早一些，好，加油！好，一天出菜呢，正經食得到不卡米西，韓國睇起講黏黏嘅生意都要到位。唔過呢，兩時間，我們的參賽者先稍微休息一下，我來看一下佢哋齊師傅帶來乜嘅4個料理，我搞睇起咖喱。總鋪素滷菜。好，今年係幾多分鐘？冇分鐘吧，冇愛用嘅。像跟妹妹底下煮菜說，你不要來吵我了，我要認真炒菜。好啦，齊師傅佢哋帶來嘅菜名係乜嘅？松露五花灼豆泥。灼豆泥，烙，哎呀，烙啦，西餐的做法啦。你怎麼知道我喜歡吃松露？哎呀，你知道我喜歡吃五花。啊，你係五花肉，就是你都講10個嘅豬肉嘛。啊，你係乜㗎？鷹嘴豆，你看今用擺很多鷹嘴豆呢？有啊。嘟。我該聽到現場哦。有啊。可以跟你接吻啊。有啊，鷹嘴豆。接吻，有冇種呢？對，啊，你係愛做壽那個醬汁誒壽司。開始吧。好，日日都開始。哦，開始啦。大家有冇問題要看診來哦。好，從你蒜頭所得標落去，比例是有算過嘅哦。我上愛底下開視頻愛都冇講哦，蒜頭標幾多，原因係講因上個食蒜頭好多，是標好多，誒，你係鷹嘴豆，啊你係煮了係水，從了脆有冇差不多脆哦，脆1個小時，而且整一點煮，1個小時吼，鷹嘴豆，先蒸過的，先脆過，然後打泥，跟樓下水從了哎呀，先不用下去，不是切的哦，專業的，你看他的鐵砂掌。啊，我幫你，我繼續壓着，不讓你洗。東西呢？哦，你係橄欖油哈。哦，不要橄欖油落去哦。哦。哎，怎麼呢款呢款係油哦？做唔得？好厲害哦！我哋係哎呀，你送出來的嗎？係。你這樣送誒？冇咁錯。你真的是廚神為咗倆一家之主，有沒有？我黑麻木是拍的。真的。不是原本就這樣嗎？從第一集來就是這樣的顏色。哦。不過我真的越來越佩服齊師傅誒，他做的真的很有創意，而且不浮誇。好。哎，因為打斗有那種顆粒狀嗎？還是全部都是？捏。好。沒有那個煙嘴豆，我們可以用什麼代替？哎，小鳳姐講嘛該？我說沒有那個豆子，我們可以用什麼代替？你講該鷹嘴豆哦。對。綠豆仁買走的綠豆仁。你看。哦，3元1號。看到睇起來，去殼的。豆出來然後當鋪底嗎？當給它壽司啊。像副食品哎。我基本有淡白改呀，200改，200朵櫻桃蘿蔔，你還長得像櫻桃，
可是它是萝卜，啊，然后又恢复到你的爸爸花世界草世界。爸爸炒炒，好，先好，摸，我们习惯了。嗯，从那擦擦，好，按你真的不会觉得烫吗？唔会，咩看？没关系。做做唔讲若佳，你觉得安用走狗吗？有吗？好，餐饮课改时间。有呀。有，那你来切。哎，你多切。哇，哦，就会摆盘了。对，我觉得呢，其实不最厉害的就一个家料理地度全部都在看得到中西合并的味道。当初料理也都会安的哦。所以它的传统里面给我新的想法，而且不浮夸，我喜欢。哎呦，还有在炙烧，好强哦！是因为该五花肉油啊，该调配啦，俺老该配的猪肉有无？全部烧开。哦，我闻到那种冲日本料理店的味道。哦，好像这个我一定要吃。哎，我很少有按胸会吃的主厨料理，哎，这个我真的很想吃。好，等下松露。哇！手里总得不用痛痛。有没有洛佳？好 hit 了，下次比赛的时候抄下来。可以偷袭吗？许芳姐咯，哎，可以，走的。你都有龙沙给家政班就走过吗？当然冇，一记喺创意啊。你系班长，转去走本大家看。好，冇问题。等下系按到美女音。美女音。哎呦，美女音。哎，所以洛佳你要用看就第，就是要这个老师都会做出来。因为不是只有做漂亮而已，牡丹强好选，牡丹强漂亮。对，妹子有宽讲听听哦。啊，像了安阳班摆是在于个人呐，系啊，安阳花花草草是有的哈。哎呦，这看起来好棒哦！还有后生，徐家本来。哇，好，安阳去后生嘞。难得有一次出来是我们在私底下较劲的那么厉害。开几道都会写，我要吃，都会写的。我要吃，这个我真的要吃。哦，那我也是。哎，不是这样子的，哎。先吃题目啊，先吃题目。题目系改改啦。伫个杀猪肉时节，用用半因本机的腥味去除呢 ？A. 滚水落去煮 ，B. 浪水落去煮。滚水还系浪水啦，剪刀沙条布。谁比较会猜？马上有来搞。谁？该下一块是诶可以吗？水晶节咯，该下一块是黑鸟。那你下玩小芳姐好吗？好来。箭头沙条布来往前一下哦，剪刀沙条布的时候再说哦。哦，剪刀沙条布。你看，太谁啦？我这个其实是让大家可以挡起来的牌子，没跳过我这样。好了，你们赢了。你的哦，哎，先会答对啦。答对，让做咧写。A 还是 B？ 你看，滚水还是浪水 ？A，我哋会选 A。像恐怖。 A 还是 B？M， 给拍个。哎，你总的没有了，你要 B 啦，你系 B 啦，你先抄内嘛，你是 A 嘛，啊，你偏系 B 嘛吼，你改个打马赛克，后置写 B 哦吼，答案系。第二样系切么？切丝吗？你总也切用的是用的啦，莫讲一定系切丝啊。哦，他说你切星星的、爱心的、全都对啊。你讲，蛮多时间。答案系 B， 答案系 B， 答案系 B 啊！这么东西，谢谢。谢谢。还有英主持人呢。冷静哦！俺老公用班不安用好不好？先讲啊，我听你怎么瞎扯。好了，请要纠正我的观念。好，用班呢，滚水。落去烫的时节，佢嘅牛嘅蛋白质会凝固啦，哦，佢嘅血水那佢嘅腥味有冇反而总得释放出来。啊，浪水落去煮的时节，就得去佢嘅血水，那佢嘅腥味，佢嘅蛋白质含会释放出来。OK 了，听懂了。民主节可以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去台水性哦，台水性，大小哥，台水性哦。哎，6点不师傅，你看那边比较年轻，你就站那一边。向达，我不是有站美
你吗？有火药味哦。怎么样？我民主给，民主给，免清。开玩笑的啦。哎呦，老该饮水豆泥又搭起来哈。哎，我可能没有办法留给你们哎。哎，人家吃一片哦。为什么只有吃一片？哎，该送入不用同豆了哦，不用转移。很多吗？全部你嘴豆。口感怎么样？动心，动心的口味，动心的口味。这也最厉害的黑马手菜，因为人家看到按照食材全部夹融合，可是你吃到那些时间，你会过一百了几分解起来。每一种东西的米头含黑懂清楚，有层次感，非常有层次，超级好吃。而且它最杯米来炙烧过后呢，你真有没有吃到葱黑马盖？你知道吗？比目鱼鳍片肉被那个油分炙烧过那种味道，不会腻啊。完全不会，而且呢，最重要，因为给花重本用这个松露，真的是太好吃了，真的。糖红相信哈。好，我们。哎，你哪里有做嘛干？没关系，你哪里有做嘛干？因为你要金行最杯米一罐的比赛，好不好？是聊头水。加油，好不好？谁来金行最杯米的一罐比赛喽？爱喜太祖谱，用嘴运用接力嘅方式，运用客家特色食材，完成总谱10天愛做嘅菜色。啲先前唔知會出乜嘅題目嘅情況底下，用嘴更會因為特緊張嘅殺亂款款模，到底馬沙張係真正嘅一家之主。而你誰來上菜了？哇！好，還有前提一罐嘅時間1比1咯，三下來就可以係最杯米一罐呀食材好，嘛等一下打開來吼，兩嘴吼，兩廚全菜上熱下咯。喲，怪事，一個怪事啊，自家都客家種地圖，差唔多不卡都有種吧，對不對？就從7年插口用按旁邊，唔過你個怪事啊，一前頭種了後會把奶用一皮，人家水質又好，種出來將會從一個按太皮的怪事。又該有香啊呢！我跟你說，我爸爸都拿這個拿來像做茶一樣做茶葉。哦，沒做對哦。對。哎呦，會不會今天要做的是茶葉嘞？不會。入口難做哪個料理嘞？難忘的後米溪。難忘的後米溪。對。這樣菜叫做難忘好味道。難忘好味道，好來，媽媽你講下。好。提講重點。好，你介比那個白嘅，白好了有冇嗬？啊，你有蒜頭米，有薑嘛，一啲嘅油落去白白嘅有冇嗬？準備是靠你自家加米絲用嘅，還有加啲嘅酒，你講有香米，好好食。聽起來步驟不多啦，莫按豆啦。好，沒關係，沒關係，因為我們有廚師幫我。對，因為我知道為什麼嗎？這是有史以來最難破解的一個菜名，叫做難忘後米溪。好 ，OK， 你難忘好味道是什麼？係乜東西？剛才創意料理啊。哦，挑勝家啊！哦，對。哎呦，那個黑松露，出題目。好來，你為什麼吃得到？不跟你說。好來，哎，你種怪事㗎，出來等我用，還有乜嘅功能？還有乜嘅功能？係 A 係防止該水土流失 ，B 係該改善重金屬污染。我們猜 A 還是猜 B 呢？兩組猜一下。猜拳來各派出一位代表。馬上有人猜拳啊！猜我猜啊！猜你贏啊！在這裡。繼續猜啊！等一下說剪刀石頭布的時候，布才能猜拳哦。好，我這先擋着，不要猜到彼此。不要過去哦，不要過去哦，猜到這裡就好。好了，猜到這裡就好了。好 ，OK。好了，剪刀石頭布。哎呀！你要買個東西啊！來選一個。你都D答案嗎？D 嗎 B。確定哦，確定哈。確定哦。確定哦。啊，你偏是。好了，我是昨天選 B 了哈。有按用的呢。哪有 B 啊？好了 A，我們只能選 A 了。好，手裏答案係 A。咁啊，係 A 咧？怎麼係 A 咧？因為見呢該怪事種咯，該那條圖呢，佢有保護那個泥土，防止那個流失，所以我們的答案呢是 A。哦，猜對了。好了，剛剛得到90秒廚師幫忙，還有30秒5趴，取了金行比賽了。
而且都碎碎吗？切一条条哦，切一条切一条。条条。好，OK。出嚟一般變到配炒。對。一般弄到淡薄幾下要梅糖，而家嘅攞要梅糖出來哦。聽得懂哈？要梅糖一般。幫我顧着一下。而家做咩攪炒哦？好，不能攪炒。好，OK，可以去幫他們了。我都要看兩片咯哈。好。目前有係切，你咪切蒜頭，咪切辣椒，咪切薑嘛，呢啲呢？係啊，阿薑都唔識切過，薑啊！哎呀，咱嘅部分本機都有做啦。哦，哎，你係班長哎。班長好。我跟你講，他從小就是風紀股長一直登記的。啱係啊，講啱係啊，係啊。你咪切薄嘅。叫我切片還切絲？切絲。切絲哦。片再切絲。好。先切薄。哇，生意對哦。冇講法哈，少切到哈。我都有講義喎。 50錢安婆。是啊。好。其實兩件有兩種做法，你咪做得貴啲嘛，ram滷滷啊，攞去煎後擦攞去切，切到淡淡，哎呀咪做得啦。係，哎朋友啊，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第二棒我馬上第二棒。聽呢。慢用切絲嗎？切絲切片弄。有嘛切絲哦。馬上會聽嘅。還不要處理雞肉，姐姐回去再來。我切肉。你們知道雞肉怎麼做的嗎？不知道。因為燜啊，等一下我要先燜。先煸。要直接整塊還是？沒做乜旁師傅。清湯應該變咗落下看，要見頭落去拿來。 鏡頭要先去斷筋，嘿，哎，拿開來，嘿，就是圖。你們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？這個雞髀也太大對了。係啊，雞腿，這也太好的雞髀了吧？首日講吼，苗栗就是好山好水的地方。好客啦。都係直接煎嗎？整片煎嗎？其他片，先又皮個皮，皮陣煎，皮陣邊先，嘿，先煸滾一響。燒個長安用嘅啦，燒啊！我沒有捏那個鐵砂掌哎。你有誰燒嗎？肉啦，人家還肉食，扣分啊！扣分。我切好了之後就食過啊。冇，你要扣分，我要帶燒肉嘅，你冇帶。我帶銀線來手。你看，好了，我們先過去看我們那邊。跳嗎？好，肯定的哈，目前我來了。兩片，哇，兩片又泡皮呢。對，你看我們多細心。馬上上頭做啲泡皮啊！蝦醬，蝦醬係啊。哦。你不好煮菜啊，沒安用哦。嘿，有一些人唔是。哦。好，所以呢，等一下呢，你記得要先用羊、滷滷啊跟牛跟麵哦。好。好，那我們就夠你看羊跟片呢。好，加油哦！吼。個皮就見到個切切麼？冇，皮陣煸，皮陣煸。皮要先煸，皮要先煸。等一下。做得大起來吼。個油冇倒體咯。油點哦。就直接切，回切。先不給浪會燒啦。哦，浪。阿薑嗎？還是啊？你走那種的魚生苗。紫蘇梅他們切了哦。啊，紫蘇梅我切。先溶開紫蘇。我先同佢講吧。怪事先溶。第三來給你。乾用繼續。唔會糖機。你冇火喲。唔會糖機倒數。 5、4、先走開，先處理開。要放。時間到。文數。第二你會切麼？切絲嗎？差不多。對，切絲對。你講。葉子。真的。是才講，你中意切羊還是羊的啦？冇講一定係切絲啊。哦，他說你切星星的、愛心的，全都對啊。你講。冇到時間。好，那就我們要過去哦。哇，你當專業呢？莫怪不欠人呢。你看。還有要誇獎一下。凍嗆梨哦。凍嗆梨。哦。結壁，那你請沒啊？黃師傅請沒啊？這也太好的雞髀了吧？土雞肉。係啊，土雞的還薑咯，不是薑嘿。哦。哇，你好。還有鐵砂掌哦，完全唔薑少哦。哦，兩下做啲做乜嘅？要等他。係乜嘅？順便咪切好咧啊！切好咧。哇，你當專業呢？莫怪不欠人呢。你看。還有要誇獎一下。
冻呛梨哦，冻强梨，冻强梨哦，不错，你大家都用夹的，慢慢的看，记得有编到，加油哦！分转去，分去并转去。让，更怕，啊，这样慢慢变熟了，慢慢的变。你不要打乱他秩序，姐姐好好去帮你守着哈。那就考你那边了。好了，好。等一下有厨师帮我想一下什么。你得有厨师帮我吗？我们请师傅帮我好了。你好，好了，那年，听他讲，听他讲，让观众朋友讲。师傅，妹妹另外一面不能煎。好嘞。九仙苗，九仙苗喺上個啦哈。哎，慢慢來開始咯。你放嗎？有。你不要倒嗎？它有水台嗎？大一點沒關係。好。你皮的有米嗎？有哦，你出來當然就有香味啊。因為你今天要穿花色的衣服。對啊，兩成夫全部都那個來藏魚來。用。拿藏魚來，派你藏魚來。用嗰個藏魚來。師傅好溫柔哦。係啊，誒，雖然我哋有九仙苗，它還是要計時要夾一點。要夾，係九仙苗田哦。哎呦，三仙苗過去了，誒，挑梅很忙啊。哎呦，喺度水頭見係挑梅哦。好。cái cái biểu gì thì phải số個。係數個係。等一下嘅挑梅要邊嘛嘅？睇啲啲嚟醃。醃。啲啲嚟調油落去炝鍋。調油。對咯嚇，樣是咪當好食？醃落調油並料咧。係。還有嘛嘅？還有嘛嘅？樣是當好食咧。當好食了。哎，哦，還有再加海鮮。拐豉油啊，拐豉油啊。 6、5、7、哎，手動加的哦。10點哎，你收很快呢。 game 下會熟嚇，可能火冇俾小弟了哈。好，那我們過去哦。該水台哦，該係水台的哦。好，你這樣呢還有點焦香，這樣夠變面啊，可以嗎？有火嗎？太香。bomb 啦。記得鍋鏟的時候還是要這樣拿，這樣子會聽到它。等一下我會用嘅掛絲嘅須姐我撈幾講哦。你有廚師幫我你要用嗎？廚師幫我用啊。 我用嘛，地台。哦，地台。哦。叫多給上。該紹興酒冰嗎？中間一點，把它弄中間一點。對啊。酒。哦，冰嗎？要那叫冰。冰嗎？那還不要嗎？還不要嗎？冰落去。冰落去。冰落去。鍋蓋着。哦，半支。蓋去，添油咧。一定會熟嘅。嗯。哦。還有幾多分鐘？ 等下30秒，我們可以用廚師幫我嗎？做對吧？做對好。廚師幫我。繼續開始。有啊，要提包嗎？有。要熟嗎？等一下。好啲啦，記得切嚟凍死啦。安條我熟，唔會啦。調味嗎？調味愛嘛嘅？慢慢炝鍋，等一下。調油，我記得就調油。9、8、7、多啲嚟醃落去。 6、調油，醃在這。 4、3、2、1。熟啊哈。哎呦，排泄時間到了呢。來。哎呦，等。出。好了，記得後上啦，半年沒有啦哈。等下水珠來吃看那一關按斤重，都帶那部卡張係你嘅太重譜咧。 料理呢有一些緊張，因為講真嘅呢，大家都時間都要完成有一些挑戰，因為它工序較大的話吼。不過冇關係，兩家呢都已經做出來最好嘅成品呢，都厲害。好，先來對眼一道畢業來吃吃看啦，來，謝謝。謝謝奶蓋，這是幾條嘅風吹嘅，風吹哈。是這樣啦哦，是點。哦，怪死人秘籍。 有出來，有咪咪，有咪咪，好什麼？好食，情景都好食。好食哈，就比較下嘅藍色。好，叫來食看。但媽媽做嘅就較太白。係啊，我哋做係客式，它唔講顏色，對，它講嘢唔講顏色。對，就媽媽。批，就聽我石頭就批。好，我也會總不是來。哦，謝謝。我也要不遑多讓一下。對。哦，你覺得怎麼樣？ 我感覺酒米較重，係酒米哦，有酒米。哎，你今天動專業了，因為幾條病案米酒今天有多一點了哈。你會覺得，哎，做料理給他上蠻多的。最後起鍋的時候，他們又有在炝鍋一下。哦是哦，
因为两头有啊，有啊。动好选，团队，紧张的时间来，齐师傅抢本分数。你下两比热咯，你下汤师傅抢分数。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听徐师傅他快哭了，因为给懂唔潘的，为什么做出这么不明智的决定？哦，我先讲下。对啊。我本来本机扔的，因为佢时间内摸走。可是我的味道明显的靠后者吧？味道是对的，仅仅应该指数到该更用有冇？你强下食有一个层次，真的。该上的有按个食有一个层次有味道。真的。你那边不让今日做动好啦，他们是在时间内做好的。时间的问题。你爱梅头动好啦。唐师傅。不过除了时间的问题吼，还有乜嘅问题咧？比赛就一定要素养。好，我哋讲，一用菜呢，是在讲当好是当茶饭。不过咧，先讲了样，记住係要麼吼，肉當燜，我嘅面是要醃味落去當好些。呢頭咧，即係講啲咪鹹濕到嘅咧，食落最加一點咪鹹，還是話兩樣嘅分數嚟話，呢分數樣啲咧。好啦，唔怕。接苏万荣的建议嘛，唔怕，因为以很多个学习的阶段，我跟你说，姐姐今天帮你们预备的奖品超好的，先不要哭，先不要哭，等下上树的时候你再哭，等下我们看看会不会再拿钱。我要签本以后的啦。你还没尾数了，我也输了。要签本以后的。好啦，今日其實當過去啦，咱係有因為係比賽啦，咱係有數人啦吼。今日咱最吼得到咧加財金3000塊，恭喜恭喜！好，可是你要到 BMA 等候哦，是我们那个涮烤御用锅3件组，恭喜！恭喜！今日來參加嘅是唔係哦？攞大家講一下。我提拔參加呢兩樣，所以有安尼機會哈，我就想講還挑戰一下這樣子。挑戰，不小心死讓嘞。許光姐嘞，我也是第一次參加，也謝謝那個姐姐帶我來，我有機會參加這個節目，謝謝。哎呀，最感謝的是基條龍沙的承讓，真的，因為你龍沙僅僅動力會。對，好啦，先聽一下洛家講一下。要當歡喜啦，有安樣的經驗，真嘞，真正有意思嘛？來參加這個節目真正有意思，對，真的。我們去拜來參加安樣的，做得老姐姐鄉下樣煮菜。好，今日真係能聽，因為呢就可能就媽媽老妹鄉下來比賽啊，這樣子大家互相交流，而且呢，不管係得到第1名呀、第2名都係當好嘅結果，大家呢都要特別做互相嘅交流，係最讚到嘅。係啊，所以個假使吼，你當後生，唔講吼，你當熱心為了傳承我哋客家嘅文化吼料理哦，肯係吼，你係家政班地圖動力可以嘅班長，全組隊嚟報名參加。唔錯，而且呢參加嗰個應該係做得繼續做嚟參加哦，個練習加一下，一家之主等你手慶哦。